關於打擊非法工作咧，就係、肯定係有做嘅。咁但係而家即係唔單止傳統嘅建築飲食，而家我哋講緊多行業運輸、攝影、會展。咁未來點樣？你哋同勞工局加強修法啊、研究啊、加強執法啊。咁呢度即係一啲濫用，包括喺網上招客，然後佢喺澳門嘅活動形式咧，都係流動而隱蔽嘅。咁所以一啲信息嘅交流啊，加強打擊，呢個仍然係有需要即係繼續努力啦。咁針對黑工嗰度咧，除咗希望能夠可以透過修法加強罰則、加強巡查之外咧，由於而家嘅黑工亦都存在住一啲新興嘅產業，而呢啲產業確實嚟講係比較隱蔽嘅，咁所以都希望政府能夠考慮，譬如能夠要引入嗰個放蛇嘅制度。咁24年呢非法工作嘅個案呢，雖然減比23年呢係增加咗1宗，但係總人數呢係增加咗65人嘅，咁上升咗68.4%。隨住社會發展呢，近年非法工作呢係以唔同嘅形式出現嘅，咁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呢係需要從打擊手段啦同埋罰則等方面去着手，嚟到確保呢我哋居民嘅呢個勞動嘅權益嘅。咁請問司長閣下喺打擊非法工作方面呢，保安當局有咩更加有效嘅措施同埋手段，以進一步提升呢個打擊嘅成效？治安警同勞工事務局一齊合作，或者治安警單獨嘅加埋一齊嚟就係841次，即係2024年嚇。而巡查地點次數係2789個地點，巡查到嘅黑工係421個黑工。呢個係2024治安警係不遺餘力係進行全面嘅有關嘅呢個巡查同埋打擊嘅。治安警察局嚟一直係加強有關巡查，亦都係同其他部門一齊去合作。